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 Jenny，今日嚟到 YOHO Midtown 第7座，同大家睇一個極高層高樓底嘅一房單位。我哋去邊？大門入嚟，右手邊係廚房，廚房都好新淨。對出嘅景觀，因為係極高樓層，所以個景觀都好開揚。另外，業主做咗好多貴重收納。呢邊係客廳，浴室、浴缸設計。咁因為呢個係高樓底，業主咧就做咗一個閣樓做寢區，上邊仲有收納空間、露台同埋工作平台。對出嘅景觀係望返後海灣嘅景，相當開揚。咁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朋友，歡迎聯絡我中原地產 Jenny，我哋睇樓見，拜拜。